区里头，我们有一个福气号是跳岛的一个小旅，可是没有直接到澎湖，你就必须仰仗，有时候到布袋去，有时候到高雄去搭邮轮才能直接到澎湖。未来这边弄完之后呢，那这个地方就会直接到澎湖去。我们这次的浮动码头的部分，包括游艇、渔船都可以直接来这边，就有效能的去做处理。过去的浮动码头状况比较不好，那大概只容纳40台，那这边可以容纳60台，又比较新颖。配合整个将军渔港的部分，我们这边也做一些规划。我们会希望把土地变更完之后，包括旅宿业可以进来，包括一些那个观光旅游业可以进来，那可以活络这个地方。所以从土地解编到渔港的整治，都是希望说将军港未来能够，不要只是封闭性的一个小渔村的渔港，变成一个大开大合观光性的渔港这样。因为去年的这个风灾导致我们原来这里有2座浮动码头就都被摧毁了，所以我们有去跟中央去争取经费，来做了3座这个码头。第一个是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些渔业的活动能够持续进行。那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码头变成是它是浮动式的，所以它可以不受潮汐的影响，让我们渔民要上下这一些货物能够比较顺利。第三个是其实它整个的稳定性及它的抗浪性做比之前的码头更好，提供更安全，整个比较美观，这样子对于我们港区的环境改善也是有注意的。从将军港到澎湖的锁港是最近的海运距离，所以要到澎湖本岛或是澎湖的南方四岛，从将军港出发是一个最短航线的一个港口。一个交通船的开通，可以带来一些游客驻足在当地来做消费。以后规划就是夏季每天最少1个班次，冬季视海象状况行驶。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剪彩。大家知道这个浮动码头其实在有潮差的地方，浮动码头最好用。那我们将军渔港离澎湖啦，或离一些外岛，其实都非常方便。所以呢，我们很期待这个浮动码头将来能够再重新打造将军成为一个旅游观光的景点，就像安平一样。非常感谢水利署这个水资源署南区分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补助了8400万。能够让这个浮动码头工程呢得以顺利。我们每年在将军港渔港这边有将军吼，但是除了将军吼之外，我们有更多地方观光活动即将展开，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而且连城周边包括北门的真亚卡，还有包括将军的生命树，还有包括七股的西湖。这一连串都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你来，所以你只要来将军，那很多地方都是一连串的玩的休闲娱乐都非常方便，欢迎大家一起来将军渔港哦。大家好，我是杨淑怀，欢迎收看7月10日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这波地间导游的风波，议员王嘉珍批评中央甲地方政府公布老行上班，互台湾人每日天用餐完全拢唔知影家己食落偌少地间物，强烈要求政府爱把关。对此，台南市卫生局表示，除了持续稽查问题油品甲有风险落价。台南嘛率先全国推出食安标章，采取业者自律甲政府抽查同步进行。希望王嘉珍以台湾人的命嘛是命，逐工用餐，亲像开盲盒等中奖。今日即期究竟要偌济致癌的油品食伫喙内，即个替民众清明。加上受影响的油品甲食品以及业者名单不断扩大，要求市府陆续公布稽查结果。特别伫危机也未解除的时，民众爱安怎食得安全。目前食安危机似乎没有停息的情况下，告诉我们台南乡亲如何让自己的食安更有安全性，更
你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买东西了嘛。对此，卫生局嘛坦承，本地油品的配合甲下游业者持续增加。不过，为了让民众恢复信心，台南率先推出食安标章，就是要让业者先自主管理，切记绝对无使用本地油品，加上政府同步调查。随着我们的问题批号越来越多，影响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像我们现在就5批的话，整个福茂、福寿、泰山的整个的油品就会增至到42品项，179批号。所以它的我们扩及光第一层的下游业者，我们也原先的13家，现在到昨天也变成39家，自己也要去做一个自主管理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希望，像我们现在就是大概从到昨天，我们发的那个食安标章也是透由相关的局处去做一个发放，也发放了就是850几张的食安标签。那我们会继续去持续去辅导业者。也就是说，希望业者能自我的管理，然后自我去检视，然后去贴这样的一个食安标章。王家珍强调，人民不是白鸟鼠，更是食安的实验品。批评目前的处理，并不是先进国家应该有的食安管理，更不是人民应该承受的风险。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国内发生一件食道塞车弄死人的悲剧，又搁煞传出第一线执法的警方毒品检验量不足，引发社会回响。精神保护会台南分会主委宋俊明率先捐出30万，同时号召西主会甲台南市商业总会等团体共同募集150万，各买1万剂毒品快筛试剂。关乎台南市所有的警分局划勤第一线警力执法使用。希望王家珍以台湾人的命嘛是命，逐工用餐参像开盲盒等中奖。今日这期究竟要偌济致癌的油品食伫喙内，即个替民众清明，加上受影响的油品甲食品以及业者名单不断扩大，要求市府陆续公布稽查结果。特别伫危机也未解除的时，民众爱安怎食得安全？目前食安危机似乎没有停息的情况下，告诉我们台南乡亲如何让自己的食安更有安全性，你就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买东西了嘛。对此，卫生局嘛坦承，本地油品的配合甲下游业者持续增加。不过，为了让民众恢复信心，台南率先推出食安标章，就是要让业者先自主管理，切记绝对无使用本地油品，加上政府同步调查。随着我们的问题批号越来越多，影响的范围会越来越大。像我们现在就5批的话，整个福茂、福寿、泰山的整个的油品就会增至到42品项，179批号。所以它的我们扩及光第一层的下游业者，我们也原先的13家，现在到昨天也变成39家，自己也要去做一个自主管理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希望，像我们现在就是大概从到昨天，我们发的那个食安标章也是透由相关的局处去做一个发放，也发放了就是850几张的食安标签。那我们会继续去持续去辅导业者。也就是说，希望业者能自我的管理，然后自我去检视，然后去贴这样的一个食安标章。王家珍强调，人民不是白鸟鼠，更是食安的实验品。批评目前的处理，并不是先进国家应该有的食安管理，更不是人民应该承受的风险。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为打造友善育儿环境，台南市持续扩充公共托育资源，为伫咧白河区公所3楼的永安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将伫咧8月1号正式启用，成为台南市第19位，也是白河区头一座公共托育机构，提供在地家长更多元安心的托育选择。第一声，祝福大家健康平安。第
为迎接白河第一座公共托育据点启用，市府15日举办开箱活动，市长为替清楚教场视察托育空间甲设施，了解环境规划甲照护设备，希望提供囡仔一个安全舒适的成长环境，也让家长会当安心托育，放心来工课。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可以说是非常新，而且老师都非常有爱心哦，然后能够提供给我们父母最大的一个放心，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们白河公共托婴。那总共可以收容这个16个小朋友，那分为0到1岁的8个，1到2岁有8个，但是基本上还是可以机动调整的。其实，少子化的面临少子化的情形，大家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增加钱的啦，增加这个福利的啦。但是事实上，要能够帮忙父母亲解决他眼下的一个托婴的问题，让他们父母亲可以安心在职场上，还有在家庭中，可以安心的继续下去，那这是很重要的。面对少子化趋势，市府持续推动育儿支持政策，除了配合中央各项育儿补助以外，也积极建立公托机构，减轻年轻家庭的育儿负担。新建立的就是新设的，所以它所有的设备其实都是蛮新的，而且刚刚看了一下它的就是周边的保护都做得蛮好的，然后也有一个还不错的户外空间，可以让小朋友就是适当的做一些就是户外的活动。对，就是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又临近，就是西北这边真的没有什么公托，就是算是离我们白河市区，然后让家长接送也都蛮方便的。杨伟特表示，市府以支持家庭安心生养为施政的目标，目前全市已经有设置19处公共托育机构，未来将持续朝向49处公托据点的迈进。全数完成了后，预计会当提供超过1500名无满2岁婴幼儿日间托育服务，建构更加完善的公共托育服务网络。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下营区公所争取内政部国土管理署3200万，完成下营国小周边通合步道建设，并向台糖公司争取长梯火车电视，打造兼具安全景观甲文化特色的步行空间。体育活动特别结合音乐会，希望民众散步的时阵也会当欣赏艺文演出，感受下营人文下营安全下营的魅力。下营上帝庙每年吸引超过10万名乡客参拜，周边邻近下营国小、有长安公园、思绿道等重要据点，平常人车往来频繁，为提升学童甲行人通行安全，下营区公所向内政部国土管理署争取3200万的经费，辟建下营国小通合步道，串联周边景点甲公共空间，打造兼具安全甲休闲功能的步行环境，也为市区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这个通学步道能够将我们下营国小跟我们武承恩公园做一个结合，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更大面积的一个步道，一个休息的范围，能够让乡亲有一个运动的空间。那也特别感谢我们有在地最坚强的江美芬里长所率领的志工帮我们做这样子的维护。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个点的周遭，美芬里长相当用心，跟志工这样子维护这样子的一个步道，我们这特别感谢。像国小的通水步道啊，紧邻我们这里的休闲步道，从无到有啊，台湾做了，互阮里面会当安尼一个有休闲的去处。啊，多谢乡公所啊，还有山景的老师帮我们设计的这么完美。新建步道差不多将整个下营国小围起来，不仅提供学生更加安全的上下课动线，也成为户外学习场域，让囡仔透过步行认识在地景观、宗教文化甲生态环境，在生活中落实在地教育。这个对我们学校学生来讲，或者是生来讲，这是一个让孩子走出户外，然后又有一个不仅是一个安全通往上学的路的那个路通道，更是一条可以让孩子在多元学习的一个通道哈。那孩子不仅透过这个在上下学的当中，他可以去认识在地的环境跟一些美观，也融合我们周遭的像上帝庙的景观，还有我们的生态乌龟生态的区域，还有更多市集的一个连脉哈，让我们的学习从校园内走到校园外。下营区公所表示，通下步道完工了后，
不仅串联6公顷的公园绿地、900公尺的步道，并现者长达5公里的百年铜铁丝绿道，形成大约6公里的绿色步行廊道，提供居民甲游客更加完善、安全而且舒适的休闲环境，进一步提升下营整体生活品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利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随着女性年龄增加，骨盆腔器官脱垂成为常见的健康问题。过去传统手术可能要把子宫提掉，不过今麦治疗有无同的方式。新台病院妇产部医师徐尔伦表示，根据统计，大约有一半的女性一生中会出现无同程度的骨盆腔器官脱垂，而且每5位女性当中，都有1位伫85岁进前可能要接受相关的手术治疗。而手术当中，患者上关心的就是子宫是不是要切掉。对此，医师表示，依照患者的需求，甲着医生的评估，治疗上嘛不一定要切除子宫。骨盆腔器官脱垂，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支撑骨盆腔器官的骨盆底肌，它的支撑力变得比较差，变得比较松弛，所以其实我们要去做治疗的话，主要是要针对这个松弛跟支撑力差的骨盆底肌。那我们可以想象说，骨盆底的肌肉就像是一张吊床一样，那骨盆里面的器官包含膀胱啊、直肠啊，还有子宫，就像是会在这个吊床上面一样。那如果这个吊床它的支撑力不好，那当然就是会往下掉。那所以我们要针对这个部分去做补强。那针对这个部分做补强的话，其实现在有分成就是2大类型的手术，一个部分是做子宫保留的固定术，那我们是保留子宫的同时，把子宫固定在骨盆腔的韧带，包含说剑脊韧带或者是剑骨韧带。那另外也可以考虑在手术的时候顺便做子宫的切除，比方说它有子宫肌瘤、有子宫肌腺症，或者是做抹片的时候有异常，那就会建议要在手术的时候做子宫切除的手术。医师提醒，虽然骨盆腔器官脱垂不一定要切除子宫，不过如果患者出现阴道异物感、排尿或者是排便困难，就要量早来就医评估。透过适当的治疗，不只会用改善脱垂的问题，嘛会用提升生活品质，恢复正常的日常。台南新闻林永根采访报道。台湾历史上久、上有代表性的民间天文团体之一，台南市天文协会正式迎来成立40周年，为了庆祝，协会盛大推出纪念摄影展。说起台南市天文协会，可追溯至1986年全球掀起哈雷彗星的观测狂潮，也让当时一群热爱追星的府城天文前辈，就在那一年6月8号正式成立协会，开启了南台湾民间天文科普推广的黄金时代。今年该会迎接40周年庆，特别举办纪念摄影展，每一张浩瀚星河都是精心挑选，带领民众深入浅出，解开星空密码，也让参观的民众大呼感动。第一次接触到这种天文摄影展，感觉就是非常的一股莫名的非常强烈的感动，要捕捉到这种整体的画面的那种心力跟那种用心的程度是很难，不是当事者是很难以去感同身受的。这个是 M31，是我们人类眼睛能够看到最远的地方，多远呢？250万光年，也就是你眼睛看到这哇是250万年前的影像。那时候人类在地球还没有诞生，好，所以看欣赏天文，对不对？可以把我们的眼界打开。好，人的心胸像降落伞，你要打开了才有用。欣赏天文真的是打开我们的心胸。这张是我们
太阳的8字星机，那我是每隔10天，就是说10号、20号、30号，然后到安平的那个渔港黄波堤上面，然后呢拍下呢这个太阳它的一个白点。那我拍了1年总共有36颗，然后呢加上最后1颗呢就是地景，这个地景就是冬至的时候的太阳。那最后一张我贴上去的时候，这个我眼睛一亮，我女儿刚好在我电脑后面走过去的时候，爸爸，这个好像天空的一串珍珠。40年来，台南市天文协会始终秉持普及天文科学、分享星空之美的初衷，不仅带动天文观测风气，更积极走入社区办理讲座和观测营，从不间断。我每一个月有天文路边摊，我就提我的天文器材，给民众看月亮，还是看星星，就是看土星有土星环，木星有红斑四大卫星。所以真侪人会讲，唔知阮台南有台南市天文协会这个人民团体，伊唔知所以阮会一直强调讲，阮是一个推广性质的，阮无收钱，看免钱，对。然后这些提供的天文器材，拢是阮干部私人的。天文协会人，大家人拢是心胸足开阔，因袂暗度啦，因袂讲我翕到这我是什么技术，袂使互别人知影。我翕到，人哎呀，你哪安尼翕来我教你，伊会带你去。所以是天文学会跟其他的学会无共款的所在。那有的人，像阮天文学会呢，那是每个月都会在户外空间做天文路边摊，对成立到即嘛40档。无间断。该纪念摄影展第一波在美三馆画廊咖啡展出至7月28号，随后8月份将移师永康社教中心，欢迎民众一同前来参观，并加入最新的行列，点亮属于自己的星空梦。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袂少民众坐高雄轻铁的时阵，曾经因为袂记记出站路卡，也是其他原因，致使家己的卡片封锁掉的，互人烦恼无法度继续使用。不过即马毋免烦恼，高雄捷运公司已经设置6台解除卡片锁掉的机台，只要把卡片放去你感应区，就会当解决，相当方便。搭乘高雄轻轨出站不小心忘了刷卡，造成票卡被锁怎么办？不用担心，高雄捷运公司已在捷运站点设置6处解锁卡机，民众只要将票卡轻轻感应一下，就能快速完成解锁。实际使用过的民众也表示，操作简单又方便，可以省去不少麻烦。就是我们进站有逼，然后出站没有逼的话。这边有可以让我们逼的，我们就来这边逼，这样安尼较方便啦。忘记刷卡出站这样子。有。那最后怎么办？通常都是再走回去，再重逼原本站的那个刷卡机，就是之后如果来做捷运的时候，都可以顺便来逼，就不用再跑回去原本的站。为了方便乘客解决不小心被锁卡的情况，高雄捷运公司已在R6、R11、R13、R16、O1 及 O8 等捷运站设置轻轨票卡的解锁卡机，让民众不必前往服务台就能自行完成解锁作业。大家在搭乘高雄轻轨，有的时候可能不小心忘记刷了，就是下车之后忘记刷卡，导致我们的这个卡片被锁卡。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在我们的捷运车站里面有6个车站，我们都有装设这个解锁卡机，那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它的这个地方呢，是在我们有3个就是跟捷运轻轨的转乘站，然后还有我们其他3个就是比较多运量的车站，像是我们的 R6， 然后 R11。R13、R16还有 O1 跟 O8 这6个车站呢，都是有放这样的解锁卡机的。那欢迎民众呢，就是如果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把你的这个票卡带到我们的车站，然后在解锁卡机这边逼一下，它就可以自动解锁，那也是很方便呢。希望民众也可以多加利用。捷运公司也再次提醒民众搭乘轻轨进出站时，请务必要记得刷卡。如果没有完整的进出站刷卡记录，票卡就可能会被锁定，造成使用上的不便。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家人表演艺术中心的家人图书馆总馆落成，伫开放试营运的头一天，吸引侪民众前往看册、甲借册、体验新设施。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2楼和3楼的图书馆总馆正式试营运。试营运第一天虽然是平日，仍吸引许多大小朋友前来看书或是借书。自修室也吸引许多民众来使用自助式预约登记座位。对于新图书馆的体验感到相当满意。本来是要去看美术馆的，结果楼下的志工就说：“今天刚好图书馆第一天。”我说：“好啊，这么有机会，因为小朋友最近也蛮喜欢到图书馆里面来的。”对，所以就过来看，觉得不错。我刚刚先进去了，去那个儿童室那边，里面的书好新哦，而且内容很丰富。因为我们是从瑞芳来的，瑞芳也有图书馆，当然相较之下这边的藏书环境很好，然后刚刚也用了他们这边的那个公共的厕所。里面也都很干净啊，变得很新，然后规划的还不错。然后你通常会比较常使用的空间可能是什么？应该是自修室，然后把书放在中间，对，放着就好。试营运正式上路，文管局图书资讯科也全体总动员，带领图书馆志工在现场服务民众。今天就是我们试营运的第一天，那来的很多都是新面孔，就是我们其实早上柜台非常热闹，那我们也出动了非常多的馆员跟志工，那希望可以协助民众来第一天使用图书馆的时候就可以非常顺利，然后民众的反应也都很好，那很多人都会来问说以前旧的空间在哪里这样子啊，也发现说跟以前想象的完全都不一样了。很舒服啊，志工都很亲切，你有疑问都可以找他们，他们都有问必答。今天就带孙子来借书，对。今天其实我们发现一个状况，就是最热门的其实就是前面大家都在问的自修室，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视听室啊这些需要多媒体的位置。那我们其实一开始也花了很多时间在帮民众，因为大家很多可能都是很多年没有踏进过图书馆，所以在帮他们处理可能忘记密码啊，或者是没有办证或借书证遗失这些问题。那我们也想要提醒一下民众，如果说不确定自己的密码是什么的话，我们接下来图书馆其实都有开放电话的服务。那如果需要查证的话，可以先电话跟我们联络。那可能来的时候比较会花比较多时间在柜台等待。那我们现在目前试营运阶段呢，就是开放时间是每个礼拜4到礼拜天。那礼拜4到礼拜6的话是早上9点到晚上9点，那礼拜天的话是早上9点到晚上5点。那我们在礼拜2到礼拜3的这段时间，就是虽然它是没有开馆的，但我们的服务专线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还是有开放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进线来询问。图书馆总馆开放第一天，吸引许多民众来体验新图书馆的设施。试营运初期，每周4到周日开放，在炎炎夏日也成为全家大小一起来体验书香的好去处。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淑怀，咱再会。1、2、3、4、5、6、7、8。1、2、3、4、5、6、7、8。3、2、3、4、5、6。同样的事一直重复做，身体会产生记忆，成为习惯哦。7、8。我也快不去了。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
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李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